头才看到是卫福部部长陈时中，即马现主席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讲到防疫，嘛要特别注意消息唔通乌白传。像讲台中一间酒店到员工大起诉，提醒大家讲一间车行内底有人为到中国武汉肺炎，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真惊惊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这是通讯软体传讲头一日，这个死者在生进前去过到一寡所在，叫大家莫去。搁再传讲病院嘛为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。落尾警察无偌久，就随找到这3个消息乌白传的人，依法上开会当罚300万。四个迄个青乌伊个司机啦，要死进前即几工啊，讲走去耳鼻喉科看2摆啦，真正死啊，别忘啊！这个录音伫这2天出现伫咧各种社群平台顶悬，内容是讲台湾头一个肺炎的死者伫咧在生进前4假来探病毒。经过调查，这是一个假消息。死者伫咧在生进前确实有去看医生，但是全体员工头一个时间拢有配合隔离。我们的医护人员有去做检查，通通都是阴性的，而且2月3号到现在已经早就过了14天。强调对这个司机有印象，2月初1暗时来看医生，当时就有发现症状无亲像是一般的感冒。初3回诊的时阵无较好，所以就转诊去大病院，无想到到最后也是无救回来。如今煞变做是网络的传言，诊所的医生出面来解说。自从出现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个案，网络或者是通讯的社团拢出现传来传去错误的消息。刑事局调查顺利抓到3个嫌犯，拢讲家己是听人讲的，涉及造谣会来依法开罚。另外，伫咧台中有一间酒店的员工大过世，讲某一间车行嘛有人确诊，呼吁当事都爱细腻，嘛是一种无事实的指控。就是大家都口头上在那里传，那个是一个误解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是，当然是会有委屈来，是稍微受点影响，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啊。违反的法令如果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，就是散布不实讯息还有另外就是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，这个本身最重都可以罚到3年以下，以及新台币300万元。警方搁再一摆来呼吁，非常时期，民众一定爱再三来确认消息甲资料是毋是有正确，千万唔通变做是造谣的共犯，若无上悬会当来罚3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